自爆風流史，76歲林建明黐靚妹回春。見到佢，你會諗起啲咩呢？佢公司旗下曾經有過嘅靚模，定係佢嘅風流史呢？大明娛樂老闆林建明日前接受有線訪問，大方講佢同啲後生女女嘅拍拖感受，話試過同19歲嘅女友拍拖噶，哇，做佢個孫都得啦。佢又話同後生女拍拖好開心，自己好似變啱咗咁。林建明都擺明知道啲女仔點解同佢一齊噶啦，一切咪因為仲話會照顧佢哋嘅生活，等佢哋生活冇問題。不過佢哋大啲就幫唔到噶啦，因為佢哋要更大嘅發展，到時就會自然唔揾佢呀。76歲人經歷過2次婚姻失敗，林建明就話離婚好痛苦，所以而家只係想揾個人陪，最好就唔使結婚咁話。